大家好，木子占卜。今日專問我，想知道未來3個月佢同新仔咩環境喎？第一張卡係正位愚人，係一張充滿希望同埋代表新開始嘅卡。喺接落嚟嘅3個月，你哋會有好多新鮮事物，呢段關係好可能為你帶嚟無限驚喜，初戀無限 feel。跟住，專抽到逆位寶劍7，呢張卡通常同欺騙或者唔誠實有關，專可能發現一啲小問題浮現，比如佢男朋友似乎有時對某啲話題避而不談，好似隱瞞咗啲嘢咁，就好似兩個人喺屋企追劇，突然一個唔該令到氣氛變得好緊張。跟住專同佢男友可能會出現一啲誤解或者隱藏問題。最後係正位寶劍8，呢張卡像睇嚟好恐怖，卡入面嘅女人似乎俾8把劍圍封，但其實女人前面有個好大嘅缺口，俾女人隨時踏前一步離開寶劍嘅圍困，只係佢蒙住雙眼睇唔到啫。專抽到呢張卡，結合前一張嘅逆位寶劍7，專你好可能唔肯面對或者逃避關係中嘅問題，令到問題困住咗自己，內心充滿掙扎。總結一下，未來3個月呢段感情好 sweet， 但有帶啲挑戰，吉中帶凶。初期嘅新鮮感令你哋好爽，隨住時間推進，好可能出現少少誤解，令到專你內心好難受，但專有可能會逃避，咁樣行落去好難嘅。保持良好溝通非常重要，建議專要坦誠咁表達自己，你可以寫低晒自己嘅感受同擔憂，然後同男友傾，兩口子有商有量。寶劍8嘅出現提醒你，阻礙只係一時，只要肯正視，就能夠揾到解決問題嘅方法。專祝福你喺棘之中揾到更堅嘅自己。